乡亲啊，这个过年拜拜烧金纸嘛要特别注意。台南市南昆这个南区三关路一栋透天厝，这个住户烧金纸无等到火势纵花，都甲金炉搬到1楼的仓库，结果佫烧起来，烧到坑边仔的物件。这规间厝是安尼浓烟散雾，状况真危急。是好你家在厝主10岁查囝真巧真伶俐，带一家伙仔为4楼的天台爬过隔壁来逃生。 大家拢平安。乌烟为透天厝的塔门一直冲出来，相对赶紧拍火，就惊讲这个乌烟会造成意外。伫台南市三关路的透天厝，昨下晡就一直冲乌烟，原因是厝主烧金纸了后，火势还未浇花，伊就甲刷去到1楼的仓库，结果佫倒起来。 乌烟因为烟动效应，冲到2、3楼。这个厝主本来拍算要拍火，也不过因为安尼煞激着伤。弄水把它弄醒啊，他们以为是死的啊。因为我冲下1楼，然后要准备开铁卷门，开不了，我又跑回2楼。家在厝主10岁查某囝真巧，带规家伙仔爬起到4楼逃生。旁边的空气是好的，然后我就先爬过去看，然后再来。 我觉得好，然后我就叫弟弟过来，然后我再请爷爷赶快过来。这个老先生走出来时，躺车卡伤到也会惊，加在最后规家伙仔，敢若这个厝主手有小可受伤尔，并无生命危险。伊嘛讲后盖烧金纸的时会较注意咧。